老啥？你搞1944嘛喂？是唔该事啊？1944啊，1944，呸！自家屁事啊都唔敢食啦，还讲1944？嘿喎，最近有只家伙同我打赌啊！佢講啊，蘇慧啊，在5月21號啊，下晝3點，在上海電視台啊直播食400片的舊事啊！係咪做你做喺度啊？咩哦？係真嘅是舊事哦，還向對方帶條橋嚟了。對方係乜嘢咯？謝霆鋒啊嘛！謝霆鋒關你屁事咩？就係一個評論家，叫做宋祖德哦。佢講謝霆鋒同王菲咧已經分開手，冇咗一齊咯。佢講要咗一齊，佢就是舊事。謝霆鋒死都唔認啊！我向宋祖德是舊事。咩哦？在台灣嘅法律啊，係唔加失事啊，我2公2萬5啊，唔好搞笑。咩搞笑啊？有家伙向謝霆鋒啊提供含有同王菲一齊嘅證據咧，譬如啊結婚證書啊，條電視係你搏出名哦，全世冇試過舊事啊！係咯，佢喊講啊，開條橋啊，很長哦，很長舌啦，喊講一啲啊，真係唔有爽到人嘅會喎！嘿，唔有爽到會！搞到我啊，早餐都食唔落啊，鬥晒會啊！L 業是有切波式叫事樣困埋我。